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特别过年咯，但是互公司欠薪水，这个辛苦钱讨袂转来，实在是真心酸。叶先生2年前伫咧婚林一间纸工厂做作业员，手脚机器教育器受伤，即马无法度赶当的物件。公司爱互伊的职灾补偿含薪水，拢总27万，伊煞讲摕到2万，心情真无奈。就是后面他有先汇2万给我就对了，那2笔之后后面就没。公司欠人薪水的，那叶先生。2019就有开始欠，但是后来也是有慢慢的给我们薪水。后来2020年之后就没有再给我们薪水。同款嘛，伫咧这间纸工厂做事的罗小姐，伫咧公司管会6年来，同款嘛去公司欠4个月过薪水，拢总要11万。付出了劳力，我们又没办法拿到薪水，那我们工作何必呢？罗小姐伫咧2020年6月4条，和公司劳资协商，本来答应1个月要还15000，不过讲还1万块就跳票，薪水摕袂回来。罗小姐尾仔就向地方政府申请求偿。公司歇业，那劳工要申请就是薪资或相关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资遣费的一个垫偿的话，需在前半年之前才能申请。这间纸工厂伫咧2021年1月停业，依法政府代替支付薪水时间是伫咧工厂停业的前半年，也就是2020年7月到2021年1月这段时间点。不过罗小姐欠薪水时间是伫咧2020年3月到6月，无符合资格。刚来当单纸工厂有钱，才会当去讨薪水。婚林县府嘛讲，要把薪水讨回来有难度。只不过说现在的话，因为公司已经歇业，那也无相关的资产可供执行。根据劳基法规定，若是因为欠薪水这4条，会当向地方县市政府申请失业补助，暂时解决生活上的问题。